万邦有，百金万邦有。邦有，必身为国父，竟敢私吞宰牛，别抢夺人律，罪证枯全，法所不容，何头杂书豪？行刑！啊！顾发强，南极点招。多谢典礼师兄。包大人，请看。原来是王太师知书而来，但係我可唔知。迄球曲毛骨的更多，都在包黑大头的手头。
为父恐惊难辞其罪啊！阿爹，大哥伊身为国舅，伊竟然知法犯法，罪有应得。你不应该派人去行刺包拯。你即马讲这是有什么路用啊？女儿啊，你还赶紧出来解救为父啊！这皇上乃是英明之君，何况阿爹你所犯的罪名是非同小可，女儿恐惊无能为力。你啊，你敢真是真心把酒急急，看为互人压上断条台。阿爹，你啊，为父提出，我叫你在皇上的面前，为父求情，叫皇上会当咱小小为父饶饶呀。家父的年纪，伊老妈伊一时的好动，了的好在。真正事君啊，有所在，你管事家父轻安排，伊派遣歹徒，取代神国中的主罪，是非也轻。让我看人不认人，枉法是咱要管罪啊人。皇上，家父伊知错。有会的，笑还高还，是罪难落是。阮但求皇上变意思，伊去赶脚前，回过边。好，恁就看在爱妃你的名分，了水国中免死啊！谢皇上开恩。放箭，我本万万岁！伊身为国中，竟甲贪赃枉法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饶，将其家产没入国库，革职为民。谢皇上开恩。暴卿，行上。卿镇守凤娘，以及破案有功，定封你为两都国大学士。下奏。
龙印，平身。谢皇上，臣有下情禀奏。遵奏。神启圣君，神破此案，是专靠一位名叫点椒的义士。此人忠肝义胆，武艺超群，假使乃得刀效朝廷，乃是我祖洪福，请皇上圣裁。朕就在姚武楼召见点椒。下祖龙印。草民点椒，李行辉，叩给我王万岁，万岁！点椒，朕越包钦奏章，说你武艺超人，现有绿林军多人在场，你着选一个陪你比武，你武器使你自由选用。谢万岁！看伊的身手，就好参像是鱼厨房内底迄只鱼鸟啊！停！叩谢皇上赐福，草民下昏。点椒，你的身手不凡，寡人封你四品带刀护卫，外号鱼鸟，负责开封府，协助包钦办事。谢万岁，万岁！你看看，那个，咱讲话一只鸟啦，袂话啊！啊，但你是你写啥？但你嘛你古水，啊，那你好唔会，啊，你伫咧话鸟啦，啊，无你嘛话好，比话鸟佫较大方。对，这我爱说。当你是捌啥？这只鸟唔是普通的鸟呢，你无看这画上才有写字。写字？无啊，啊写的是啥物字？啊，写安怎？对。哦，原来恁是唔捌字青面牛哦。哇，阮拢青面牛，吼你着改捌字就对，无你念好听我嘛念嘛。对，你念我嘛。好嘛，念就念嘛。
啥物好笑？我唱阮相公念互你听。相公，因讲要听这首诗呀。诸位，现在武林有一位豪杰，南极点蛟，伊的武艺是超人，皇上才赐伊为义鸟。这个消息应该恁知影才对，所以呢，小人才画这个鸟，边仔家题一百诗，表示敬仰英雄伊。要无，这首诗我念出来，互恁大家听，好指教。好了，念看卖。宫廷献武立军英，博得当今数义名。小作美音万处顿，威如高雅好笑声。好，上尾啊，这句上哦，威如高雅好笑声，好招。什么才好？真有道具。你念了好听，搁有道具，听了搁到地吼，搁会轻松。是啊，真好，奇怪，毋捌你伊个会晓欣赏。哇，阮毋捌字就明你欣赏画伫就对了咩？是安尼。迄袂堪你去，甲你买一磅，买转来厝里看看相。我要买，一张银刀。俗，甲你买。多谢。来，真有俗啊！多谢。叫咱相公来，我来起。多谢。来，进了银。你后面，来。我敬一张哦。啊，秀，你哪对这来？来，上边。多谢。有病，行李小顾咧，我念伊就转来。相公放心，行李我会晓做。来，我买一张。多谢，你要多一只？好势。多谢。我总数，你要这帮鸟图是要创啥？我是要报南极点蛟一剑之仇。你敢袂知影含空岛5个结拜兄弟？战天柱落荒，正地处韩江，穿山处刺客，环江处九平，阴谋处白玉堂。但白玉堂的性地上歹，这张鸟图若是落在含空岛以外的人手中，我保证伊一定会大发雷霆。你真是江中无人，含空岛内有武器，武林道上虽不敌。点蛟伊分明啊是故意，孤清义了来相欺。五弟啊，伊点蛟伊昂，小道理有可思乱猜疑，四方义鸟是心意，并非点蛟要来相欺。大哥，要安尼讲，点蛟功夫毋就是天下无敌咯？伊的武功心高超，竟有罕见的绝招，飞梁走壁是枪挑奇妙，望来皇上要赐义鸟。
是量高粱，小弟啊必定要情断肠。为人处事事冷静，不可轻易来动无名。老母呀，命我若变为你就无性命。要若鸟鼠啊，你要加了，这是无可能。大哥，五弟已经离开罗家庄，讲要去找点鸟输赢。赶紧追那个！是。五弟，甲二哥转来去。二哥，请你莫阻止小弟吼。好的。